讲民众党的消息，民众党正副总统候选人郭文摕甲吴欣盈，今日同款兵分两路，郭文摕伫桃园市扫街，吴欣盈是伫高雄甲屏东。是讲郭文摕昨扫街时有3摆甲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呢做咧加油，敢是调工的？这个郭文摕讲无啥物调工，无调工，伊表示讲人的竞选总部拢是大路边啊，无可能讲咱咧车扫街时就调工行巷仔底闪开。义无顽固，天地事。 翻转台湾就靠这一阵。车队扫街等着支持者来个欢迎，郭文摕是真有信心，直接摕麦克和选民对话。专台车队扫街第2天，伫桃园走透透，也毋过外界好奇，敢有哪样家囝来做阵？竞选总部一定设在大马路上嘛，你不能说我们车手都是故意走巷子要避开，这很奇怪了。既然监够了。 那就大大方方跟人家说，大家加油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那被今年活动搁再受到关注，因为前一天林国春的竞选总部前面，然后他来这边也是对我们的阿北的扫街车队比出了加油哦。 伫车路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撞着3摆，双方是善意回应，也毋过家己的票也是爱家己救。年轻人去想想看啊，这国家终究是你们的，未来是你们自己要去承担嘛，所以。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了，那自己的未来自己关心嘛。选战的策略就是将少年族群的选票过好调，抢中辈票。车队扫街时阵，佮一直讲诉求，希望选民斗3天，回去甲阿公阿嬷救票。安那副手吴欣盈是往南拜票。天啊，袂光的时阵倒落来，就是100都来高雄。吴欣盈锁定高雄甲屏东，陪家囝车队扫街同时，也请民众伫车队经过时阵，会当手提白纸写下对未来总统的期望，想要伫第一线和选民互动，打破因为哪力选战的结果拼出线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。